伊是圆觉菩萨在大众中即种坐起顶礼佛足，有绕三匝，中规插手离白佛言，代彼世尊为我顶辈讲说正觉种种方便，令未世众生有大正益。世尊，我顶今者一直开悟，若佛灭后未世众生未得悟者，云何安求受取圆觉清净境界？此圆觉中三种正观，以何为首？为愿代彼为诸大众及未世众生是大饶益，作是意义我体道地，如是三请将离复使。尼时世尊告圆觉菩萨言：现在，善男子，你等乃能闻于如来如是方便，以大饶益，是诸众生念经谛听，当为你说。是圆觉菩萨奉教欢喜，及诸大众默然聆听。善男子，一切众生若佛住世，若佛灭后，若法未时，有诸众生具大圣性，信佛必灭大圆觉心。欲修行者，若在溪南安处道场，有缘事故，随分视察。如我记说，若复无有他事因缘，即见道场，当立期限。若立长期120日，中期100日，下期80日，安置前期。若佛现在，当正思维；若佛灭后，时色现象，心存默想，生正忆念，还同如来相助之日。宣诸梵华经37日，恪守十方诸佛名利，求爱忏悔，有善境界，得心轻安。过37日，一向念念，若见下首3月安期，当为清净菩萨之主，心离声闻，不假道场。自安期日，即于佛前作如是言：我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、某某，具菩萨性，修即别行，当立清净实相住持，以大圆觉为我伽蓝，身心安居，平等圣智，涅槃自性，无计属故。今我敬请不依声闻，当以十方如来及大菩萨3月安居，为修菩萨无上妙觉大因缘故，不计道场。善男子，此名菩萨示现安居，过3期日，随性无碍。善男子，若彼未世修行众生求菩萨道入3期者，非彼所闻一切境界，将不可处。善男子，若诸众生修奢摩他，成处至净不起思念，正觉变觉，如是初证，将于一生至一世界，觉亦如是。善男子，若觉遍满一世界者，一世界中由一众生起一念者，皆悉能知，并百千世界亦复如是。非彼所闻一切境界，将不可处。
善男子，欲诸众生修三摩菩提，成当一向十方如来，十方世界一切菩萨，以种种门渐处修行，勤苦三昧，广发大愿，自分成长，非彼所闻一切境界，终不可处。善男子，欲诸众生修于三罗，成处所闻，心中了知，成自密念，分者头所，如是周遍数位中，分别念所，而不了，无不了知，渐处精进，乃至得知毕清世界，一地之有，犹如木斗所受用物，非彼所闻。一切境界终不可处，是名三观初修方便。欲诸众生遍修三种勤行精进，即名如来出世以世。日后未世顿见众生心欲求道，不得成就，有失业障，当勤忏悔，常起希望，成断真爱执道，含却求胜上心，三种正观随合一事，此观不得，复习彼观，心不放下，渐处究竟。呢时世尊欲重宣此义，而说偈言：愿觉呢当知一切诸众生，欲行无上道，成当结三期，忏悔无事业，经已37日，然后正思维，非彼所闻境，毕竟不可处。萨摩他至净，三摩至益持，三罗名所闻，是名三净观。欲能勤修习，是名佛出世。顿今未成者，上当勤心忏，无使一切罪，自将欲消灭，佛境变现前。以是现身受菩萨，在大众中即种坐起顶礼佛足，优拉三匝，中规插手礼拜佛言：大悲世尊，广为我等及未世众生，开悟如是不思议事。世尊，此大乘教名字何等？分何方持？众生修习得何功德？分何使我护持经人？流布此教至于何地？作是意义，我体道地，如是三请，将离复使。呢时世尊故现身受菩萨言：善哉善哉，善男子，你等乃能为诸菩萨及未世众生，闻于如来如是经教，光明名利。你今谛听，当于你说。是现身受菩萨奉教欢喜，及诸大众默然聆听。善男子，是经百千万亿恒河沙诸佛所说，三世如来之所修护，十方菩萨之所皈依。12部经清净眼目，是经名大方广圆觉陀罗尼，亦名修陀罗了义，亦名秘密王三昧，亦名如来决定境界，亦名如来藏自性差别。你当奉持。善男子，是经为显如来境界，为佛如来能净宣说，欲诸菩萨及未世众生，
以此修行，渐处精进。至于佛地，善男子实经名为顿教大乘，顿其众生，从此开悟，一念渐修，一切均品，譬如大海，不量小流，乃至文猛离阿修罗，饮其水者，皆得充满。善男子，假使有人顺于七宝积满3000大千世界，以用布施，不离有人闻此经名，及一句义。善男子，假使有人甲百千恒河沙众生得阿罗汉果，不如有人宣说此经分别半句。善男子，若学有人闻此经名，信心不合，当知是人，非以一佛二佛，正诸福慧，如是乃至净恒河沙一切佛所正诸圣经闻此经教。你善男子，当何未世是修行者，无令恶魔及诸外道恼其身心，令生退却。你是会中有火手金刚、翠翠金刚、尼兰婆金刚等百万金刚遍其灌属，这种坐起顶礼佛足，你白佛言：世尊，若求未世一切众生，有能处此决定大乘，我当守护如何眼目，乃至道场所修行处，我等金刚自能度众，珍惜守护，能不退转。其家乃至应无灾障，疫病消灭，财宝丰足，常不发少。你是大梵天王、28天王，并须弥山王、护王天王等这种坐起顶礼佛足，有漏三匝，你白佛言：世尊，我亦守护是持经者，常令安稳心不退转。你是有大力鬼王名劫梵查，以10万鬼王这种坐起顶礼佛足，有漏三匝，你白佛言：世尊，我亦守护是持经人，调息是为能不退屈。其人所居一幽神内，若有鬼神侵其境界，我当使其脆如微尘。佛说此经义，一切菩萨、天龙、鬼神百部眷属，及诸天王、梵王及一切大众，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大方广圆觉修多罗经，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。